邀唱团的演出，所以来邀请康元老师来朗读《溪河山顶的影仔》。各位时代吼，各位少年家，今日要念首诗吼，《溪河山顶的影仔》。其实是描写着八卦山文化步道。伊建馆300年的时阵，有人伫原顶做装置艺术，所以我去行，咧行的过程内底，我想讲写出诗来做纪念吼。溪河山顶的影仔，康元飞过望了山的影仔，即阵。十古二十的诗人，伫树下内听风声悠唱，互做水入安邦斜烟怪玉进来，定定来山头探路的云翁啊，迈着300年来变坏江山，过去落啊树骹啉袂醉勇士。身影换出东华抗人民建造的元老爷，我是为过一条通往红天，迄条追求公理正义的路途，即马文学传承矿场内，飞过一阵一阵的溪河山顶的影仔，嘛展开相相对对的视角，飞入一片青冷冷的山崖，走出灰暗历史的八卦温情，对着溪河顶迄位蓝湖，展开青春生命的活水喷泉，创造挂山乾坤的美学路力。